一年乡亲拢感觉开保险公司真好赚，这敢有影？南山人寿第二季的净值面临败超过1000亿的局面，听讲持股的润泰全、润泰新保险公司的净值嘛受到牵连，昨个股价表现无好，半暝润泰集团召开重大信息的说明会，澄清有关南山人寿这个净值的危机，表示讲重新评估这个资产来提升公司的净值，因为今日这个股票嘛是无好。 下早开盘，润泰集团相关股价继续落来，投资人拢讲起。来看昨润泰双雄、润泰全、润泰新的收盘绩效，分别来到72.9块和65.7块。而在和下早开盘嘛是直落，润泰全65.7块落到7.2，润泰新落到59块2，规片青金金。润泰双雄净值危机继续反映伫咧股价，此前个传出润泰集团去南山人寿的净值拖累，20号紧急发布8会有关南山人寿净值的危机，会把投资性的不动产再做一个估价，这个部分会找建价公司，会跟那个会计师这边来做一个评价。 不过，即摆财务状况，润泰新强调，一切刚来单完成资产价值重新评估，公司会重新提出上新的财务报表。认真讲，南山人寿持股上济是由润泰全和保险所创入的润成，持股来到89.55%。不过，润泰全、润泰新和保险嘛拢有分别，有26.62%、25.1%和18.09%。啊，随第二季美国形势扩大，影响南山人寿净值继续降落来，虽望 预期可能对润泰集团产生影响，不过润泰今嘛无按上面降价对润成的持股。在升息的角度上来，它的净值现在也许是属于历史的低点。等到美国降息了，整个净值又大幅上升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以目前来。 不适宜做这个动作。润泰全美国净值为去年第二季开始，就一季一季降落来。今年头一季净值嘛抬一半，今麦今日当期待美国经济变好，才有机会让净值搁一摆提升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